台地计划已经差不多20档的时间啊，即马讲7月初5就要来办说明会，也毋过这主办的机关的煞挂经济部的名，民间团体今仔日是去到经济部来抗议，讲即块140多公顷的土地是由经济部来管，也毋过其实这当中呢有村的大部分的土地依法并无互定收去，所以经济部嘛无权来进行听证会，安尼组织单位就分袂清楚。原来经济部是回应讲，会阁继续和民间团体来协商。农区违法征收特农区，经济部别淌浑水。民间团体共同也加抗议，为精品国府基建化甲大学城新竹县政府这几年这个推动台地计划，佮按算定收400公顷特别特定农业区优良农地，也公告在7月初5举行计划听证进行说明会，按过主办机关是经济部引起争议。93年立案的时候，成案的时候，完全是由新竹县政府主导，跟经济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经济部、跟国科会去陈情。结果99年的11月，经济部他来了这份函给我们，他说台湾自治经济区县园区跟他经济部无涉，就意思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民间团体质疑经济部捌伫99年发函表示，台地计划是新竹县政府照都市计划法规定的特定区，毋是经济部权责。即马出面协调公听会，因公示了落去。专家也表示，依照土地定收条例，特定农业区爱办理定收者，也要经过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设。按过目前行政院核定，由经济部因管辖面积是142公顷，所以其他200多公顷土地，经济部无权协调。整个计划范围是400公顷，换言之，就是超过这142公顷重大建设范围以外的特定农业区是依法是不能征收，那也当然不能办听证。经济部横管区是派副局长代表接受电证书暂交内部讨论，后续会搁甲民间团体5大代表共同协商。民间团体也希望经济部唔通讲轻便事主，互地方案件愈协调愈客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